各位兄弟平安，这是礼拜即要开始，为着互咱有好的礼拜品质，请有早手机的兄弟将手机关机，还是调整震动的模式。这时，请咱恬静心，闭倒来听候上帝的话，请奏乐。全地啊，着对上主来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
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亲爱兄弟姊妹，这时请咱同心用圣诗第292首。圣哉，圣哉，圣哉！来称赞上主的名，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恩典疼痛的主啊，阮众人这时搁一摆聚集伫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要来向主献上阮对心内所发出的感谢甲懊恼。感谢天父上帝，伫阮生活中，逐时逐刻，甲阮三角伫地，看顾保守阮，赏赐阮逐项的恩典。主啊，即时求你圣神来光照阮众人，互阮伫你的面前，会当搁一摆来反省阮的日常的行踏，是毋是有软弱？无教业，也是歪错偏离主的道的所在。求你搁一摆来赦免阮，保护搁一摆来压榨阮，也求你圣神透过牧师所传讲圣经的真理，带阮搁一摆来回转，规划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互主你的光、你的恩典。你的疼，永远甲阮三角伫地，将今仔日的礼拜聚会完全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即时，阮众人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来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互你带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荣光归上帝，上帝。
时，咱要来交读启应文，伫启应文第10篇诗篇27篇。启应文第10篇诗篇27篇，现着，请咱大家来交读。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还要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要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只求一项代志，只有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棺顶，互我的头牙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黄日误插我，求你毋通想起赶你的罗卜，你一直是我的帮站。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捕捉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偏塔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亲信一项事，要我第下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就勇敢壮大。做声着信靠上主。这时，咱来恭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恁中间有啥物人有智慧、有见识？若有，就用谦卑甲智慧，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恁心内若有恶毒、怨妒甲自私，就毋通夸口，讲白贼，指责真理。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是属地上、属血气、属魔鬼。因为有怨妒甲自私，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对顶面来的智慧，头一项是纯洁，过来是和平、温和、有度量，充满慈悲，搁交结好果子。无偏私，无虚假。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也的种子所结的果子。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人。这时，青少年团体要带领咱来敬拜上帝，因要献的诗歌是：你眼目必看顾这地。
大声，诚做芳芳的坐，甲咱正人的祈祷献伫上帝面前。下面咱要请本堂林牧师来正道，题目是两种智慧。欢迎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契今仔日带咱今仔日的敬拜。伫伊的诗歌的内面讲到一个真要紧的事，我想咱搁转来看咱的青少年因所唱的歌词内容。伫遐一开始的时阵，伊讲起到一个真要紧，就是伫咧咱礼拜时阵一个真要紧的迄个敬拜的态度，就是大声敬拜、欢呼、尊荣上帝。哦，咱的迄个敬拜需要，就较亲像伫咧以赛亚书第6章内面所讲到，迄个伫遐讲起到圣在、圣在、圣在。天使伫遐咧唱歌阿罗上帝的时阵，伊的结果是甚物货？就是迄个规个电的迄个，咱讲迄个条啊咧震动，要安怎唱才会震动？大声敬拜。过来。咱伫咧即个所在，讲起着上帝迄个慈爱双手大能的迄个伊的手骨，直到现今拢伫遐咧行神业。伊伫迄个中间讲起着，咱伫迄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伫咧礼拜，以及咱伫咱的生活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专心来接受上帝的话，世世代代无偏离。咱期待，咱来礼拜，咱拢期待咱得到上帝祝福伫咧后壁面。伫遐讲起着讲，你的确要照着你的应允，来成就你的应允。但是头前咱真侪时阵，咱拢期待得到上帝的祝福，嘛期待上帝依照伊的应允施恩赐福伫咱的中间。但是咱却伫咧迄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应该爱专心来接受上帝的话，世世代代无偏离。这个是咱爱付出的代价。如果咱若无接受，后壁无这个部分啊。所以今仔日青少年团契伊拄好甲咱拄好咧甲咱讲起着，这个规个礼拜内面一个真要紧，咱的迄个态度，咱期待教会得到复兴，咱期待咱的家庭得到复兴，咱期待咱的国家得到复兴。咱爱期待上帝伊的目睭、伊的耳孔，要看顾这个地，听咱的声音。迄个真要紧的，咱有先付出咱应该爱有的代价，啊无？咱拢期待上，互咱得到帮助，伸手甲油会通得到来满满来。上帝伊讲伊的确要祝福这个地，但是迄个要紧的是咱后壁咱应该爱做的，迄个遵行主的旨意，谦卑倒来到伫主的面前。咱有决意要安尼啊行，安尼啊无？感谢青少年团契透过今仔日这条诗歌，伫咱一开始要领受上帝话的时阵，搁一届互咱的一个提醒，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时常期待得到主你丰盛恩典满满。主你也的确袂想事，你丰盛恩典满满伫你属你的百姓的顶面。但是主，你也有讲，阮需要安尼来欢喜军队，爱谦卑回转，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就主你所应允者的，要得靠临到伫阮。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帮助阮、引带阮、启发阮，互阮真正会通伫阮日常的生活中，真正活出迄个谦卑。转来到伫主你面前，谦卑弃权，互主你伫阮的性命内面掌权，佮互阮真正安尼欢喜，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安尼意爱主你的话来安尼引带阮头前的道路。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免。
咱伫顶礼2礼拜前咱捌讲起着即个俗世，甲着即个属上帝的体系的迄个差异，嘛讲起着咱会通安尼彼此相听，毋是靠着咱的气力甲咱的能力，乃是因为咱入捌上帝对咱的听，咱所做出来迄款安尼的迄个回应，毋是等到讲咱安尼已经拥有真侪的听，咱才来选择要来听，乃是先大先来选择来放下咱所有咱心中所有一切迄个怨恨，咱伫遐来选择伫咧迄个听的中间，咱伫遐搁较来认捌上帝的听。当咱选择迄个听的时阵，咱就活伫咧迄个无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体系内面，迄个无有家己的性命，就安尼一直来受着培养，咱就会通亲像咱的天父会完全同款。所以咱伫遐期待，咱会通亲像咱的天父完全同款的时阵，咱真要紧的一项代志，就是咱需要。安尼，伫每一摆选择的内面，咱爱真细意来选择咱所选择的。伫咧即个世界充满了侪的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咱敢有法度来无属伫咧即个世界的即个体系，搁伫咧即个世界即个体系内面，咱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咧。我想伫咧咱过去咱的分享内面，也讲过着，就是但以理甲伊的朋友，因就是一个上好的咧，因活伫咧迄个巴比伦的迄个时代，伫咧迄个巴比伦的因的迄个安尼尼布甲尼撒王所管理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俗世的体系内面，因却会通活出一个。安尼无属伫咧即个巴比伦的体系，伊伫遐选择讲，因无要食王所互因的所有一切的即个咱讲美食，甲着迄个美酒，因选择伫遐来食安尼迄落青菜，因伫遐安尼啉白滚水，因选择无要活伫咧迄个。虽然伫咧迄个巴比伦的迄个体系内面，但是因选择要安尼活伫咧一个无属上帝、迄个无属巴比伦的迄个体系，安尼迄款的迄个性命。耶稣伊拣选咱，伊互咱无需要安尼继续游玩，抑搁安尼咱讲去即个俗世的体系伫遐来安尼，互伊来受着捆绑。但是俗世的迄个属上帝的体系，并毋是迄个自然产生的。安尼应该爱怎样来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迄个建立属上帝的体系，就是介在伫咱每一摆咱的选择，到底咱要选择一个什么款的一个体系？咱之前捌提起安尼遐侪这样对比，安尼。就是要互咱会通伫咱的生活内面，会通活出一个正确的体系。当咱选择迄个安尼用着迄个谦卑来回应上帝，迄就是安尼建立属上帝的体系的一个真要紧的要件。当咱安尼伫咧安尼迄个所行的代志顶面，咱安尼毋是倚靠着家己，乃是倚靠着圣神伫咧迄中间。安尼就是建立伫咧迄个属上帝的迄个体系。当咱伫困难的中间的时阵，咱选择咱安尼，咱讲凭着信心，毋是凭着迄个目睭所看见的，咱就是伫遐建立属上帝的体系。当咱选择咱用听，毋是怨恨，咱来听咱的对敌，无。有迄种任何的迄个怨恨，就是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内面。这安尼每安尼一摆搁一摆，迄个正确的选择，就是安尼生活伫咧咱的生活内面，伫遐安尼不断建立属上帝的体系，
反倒来讲，咱若安尼做出迄个错误的选择，咱就伫咱的生活内面，不断伫遐来建立迄个俗世的体系，也就无法度活出耶稣基督的迄款的国活的迄个性命。所以咱期待咱家己咱的性命得到复兴，咱期待教会得到复兴。迄个前提就是迄个观念的迄个改变，因为观念的改变就会影响咱所做的一切的选择。搁咱所做的这选择，介在伫咱迄个咱所选择要建立咱迄个规个生命的迄个体系，会通建立伫咧一个真正确的迄个所在。正确的观念是互咱会通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同款，咱对迄个无有家己有迄个正确的迄个观念，咱就会通做出一个安尼迄个，咱讲舍己，迄个无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选择。咱就会通伫遐建立一个无有家己的体系，互迄个无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生命，伫咱的内面来得到安尼一直慢慢啊来得到成长。当咱伫咧即个观念的顶面，咱确信，当活地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踮伫咱的内面咧活的时阵，咱就无搁再伫遐来安尼仰视咱迄个原底迄个具体的迄款安尼迄个生命。当咱认捌现在是基督踮伫咱的内面咧活的时阵，咱自然咱所选择，咱既然咱确定咱确信上帝，咱的主耶稣，但伊已经踮伫咱的内面咧活，现在活地。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踮伫我内面咧活的时阵，咱自然咱就会伫遐来选择倚靠咱的主、咱的上帝，搁听叹咱的上帝来活，因为是耶稣踮伫咱的内面咧活。迄个无有家己，就无搁再是一个咱讲遥远不可及的一件代志，乃是盖在伫咱的迄个观念。咱改变咱的观念，佮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迄个观念无法度，咱原底迄个具体观念无法度改变，但是咱会使做的是用迄个正确的迄个观念来去取代咱原底迄个具体的迄款安尼观念。所以，咱会通想象讲，咱伫咧咱的理论上，咱知影。咱伫咧理论上，咱知影我已经咱伫遐讲我已经到现在无搁再是我，是基督踮伫我的内面咧活。迄个我已经，但是请咱毋通只有干那停留伫咧迄个理论上的迄款安尼的观念，乃是要安尼互迄个无有家己的迄款观念，对迄个理论。迄个观念，真做迄个伫咱的头脑内面启示的观念，佮要真做咱伫咱的实践，咱伫咧生活内面迄款实践的迄个观念，咱的规个生命活出来迄款安尼的观念，迄款的观念就是用上帝的观念，用上帝的眼光来取代咱的观念，咱的眼光。伊阁要真做咱安尼会通真实活出迄个无有家己迄款安尼的生命，就较亲像咱伫咧咱后礼拜，应该讲即礼拜咱的教会要举办即个洗手爱无限的即个关怀活动。即个行动就是咱选择用着行动，咱伫遐谦卑。咱用着听来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一个行动。咱无因为讲咱所关怀者的对象，因是伫咧经济上的弱势，
咱伫遐来看轻伊，咱乃是咱特别伫迄中间，咱来伫遐来帮助因，来关怀因。上重要是要将上帝的疼来会通安尼临到伫因的身上，因的即个家庭内面。我想伫咧咱的中间一个上好的就是林文科弟兄因的家庭，因为咱的行动，因的家庭有得到改善。搁因伫迄中间，因伫遐安尼透过咱的关心，伊伫遐安尼渐渐来接触到迄个上帝的疼，搁迄个上帝的福音就安尼一点一滴安尼进入伫咧即个家庭内面。另外一个咧，就是咱的天使，咱的天使树，咱伫遐关心咱的即个林伯廷弟兄因的即个家庭。即个家庭3个细囝，原底本地2个细囝伫咱的中间，后来老三安尼已经3岁，满3岁，伊原底本地是甲安尼，伊是出世伫，甲伊的应该讲伊出世伫咧家家，吼，伊的老母伫咧安尼坐监的时阵怀孕伫遐安尼生伊出来，伊伫遐满3岁了，但袂使搁继续伫咧家家内面。那伊出来到伫咱的中间，咱嘛会通看到伫礼拜时阵，时常伊会伫咱的头前行来行去，走来走去。我要安尼甲恁讲，上帝拢有咧看即个囡仔，看即个细囝。我是安怎会安尼讲？我是活伫咧迄个基督教的家庭内面，我的父母拢伫咧教会内面。但是我伫咧教我细汉的时候，我是做作业的。我安怎作业？我的母会礼拜堂，差不多是咱的礼拜堂即个深度2倍深。我定定伫咧教会细汉的时阵，教会吼嘛，甲咱教会礼拜堂共款是无少的。毋过我的母会，伊搁做一件代志，就是伫咧即个。外招的即个地板面顶，搁打蜡。所以我细汉的时阵，我安怎做嘅？我会对礼拜堂的门口，一直走来到要到台前，我就突然间刹车。因为打蜡会安怎？是上帝看即个囡仔，后来即个囡仔，互上帝降尻川来做牧师。所以迄天我甲阿美姐讲，即个囡仔上帝咧看，以后上帝可能要用伊。咱哪会知？伊只要若伫咧教会内面，上帝的疼不断来充满伊，来关爱伊，即个家庭要得到改变。但是因的家庭改变是啥物人？是因为咱参与伫咧迄个内面，咱参与伫咧迄个上帝的迄个。作为甲迄个念理内面，因为咱用着迄个谦卑，用着迄个疼来回应上帝，咱就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伫咱的中间。感谢主，阿罗主，咱的教会内面，我不断伫遐看见，伫咱的中间有最迄个上帝的疼，搁咱迄个疼，毋是干那咱家己咧，咱家己。伫遐来享受，咱伫遐欢喜来甲人分享，所以迄就是一个建立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迄个真水的迄个信仰的展现。所以咱毋好干那看见讲咱做无够，当然咱做无够，咱需要去做，但是咱做有够的，咱嘛需要去伫遐看见。搁伫遐来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迄个咱会通看见讲，虽然讲咱所做的那亲像细细无真大，但是却是安尼要成就一个上帝真特别的迄个意思伫咱的中间，咱毋知影，毋通看见咱所做的。所以我嘛要搁一摆鼓舞咱所有众兄弟。咱若今仔日咱时间会使，咱今仔日咱即礼拜敢毋是拄好是双十国庆的连假？
用你一寡时间留落来，咱伫遮礼拜煞，咱第二堂礼拜煞，咱1点了了后，咱要有做即个洗手爱无限的即个关怀的即个时间的行前的说明。咱咱大先，咱的讲迄个大约差不多是应该安怎执行，因为咱总共爱关心100个家庭。如果若这100个家庭向全部走入来咱的教会，咱要安怎处理？咱需要有搁较侪同工同齐来做。但是目前报名还阁无真侪，20，目前报名20个，我期待会通咱上少50个。咱一个会友去服侍2个家庭，你看嘛，就已经无啥。如果咱只有干那这20个兄弟，咱毋得爱互这个关心，咱所要关心的这个家庭，互因伫遐长等。主要所讲，迄个做伫咧迄个至美世一个，就是做伫我的心上。咱伫遐，互咱的这需要服侍的这家庭，咱伫遐互因伫遐长等，安尼刚好。所以，咱若时间会使，请恁将时间留落来。咱预计应该若顺利，应该是2点半应该结束。头前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咱会讲迄个流程应该要安怎执行。后壁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咱有邀请即个万国儿童布道团内面的同工，因有一寡即个安尼用着真短时间，要安怎甲人安尼传福音，要安怎甲人安尼甲伊交谈的一寡迄落技巧即个同工因对台中来。所以是安怎甲因的时间排伫后壁，是因为因甲我讲，因的车班会，因为尤其佫碰到咱的双十连假，所以伊伫遐讲牧师，你互我有一寡时间，我讲好，所以我因伫咧差不多1点半时阵到2点半之间，请因来分享。咱所做的无为着别项，为着要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伫咧咱的中间，咱真正用着咱的行动来活出来。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体系，伊其实伊涵盖的迄个面，其实是非常的广阔。迄个小会通小到咱个人的生活，迄个大会通大到规个国家甚至世界。所以咱毋若爱伫咱的个人的生活内面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咱爱伫咧咱的家庭、咱的教会，甚至伫咱的宗派，甲伫咱的国家的内面，咱来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伫咧愈大的迄个群体内面建立属上帝的体系，就迄个影响力也是讲影响哪济的迄个性命。就较亲像咱会通看见，咱伫咧进前咱捌讲起，就较亲像迄个讲到迄个水的体系，迄个你用想象，若伫咧迄个鱼缸内面的迄个鱼，甲着迄个大海内底的鱼，迄个有一个真大的迄个差异。所以，迄个属上帝的体系，需要对咱个人来开始。伫咧咱个人的生活内面，才会安尼比较较细。伫咧迄个比较较细的迄个环境内面，咱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来培养咱个人迄个属上帝的生命。当时，咱也要伫咧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内面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但是，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对咱个人开始啊。咱期待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咱的国家会通成做一个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会，不管教会、个人、家庭、国家，但是咱迄个个人若确实无有先改变，咱要安怎成做迄个影响着咱的家庭，甲着迄个教会，互更较侪人会通来培养因共款有迄个属上帝迄款安尼的性命。
佫会通迄个诚做一个有影响力。咱个人的性命若无建立伫咧迄个属上帝体系，就无法度伫咧咱的家庭、咱的教会，甚至咱的国家内面建立迄个属上帝体系。上帝的心意，毋若是爱咱伫咱的个人、咱的性命内面建立迄个属上帝体系，佫较爱伫咧上帝国度内面建立迄个属上帝伊的体系。咱若离开属上帝体系，建立迄个属世体系，迄个属上帝迄款的性命，就安尼一点仔一滴，安尼慢慢啊，一直去安尼死亡去。一个国家若离开属上帝体系，伊的结局就是遭有灭国的结局。以色列国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咱伫咧昨咱拢有看见一个真要紧的消息，就是巴勒斯坦伫咧昨用到差不多5000粒的即个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以色列马上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咱会通想象讲，伫咧咱的世界内面，毋若干那俄罗斯加着乌克兰，搁伫咧中东嘛游玩，抑搁有一寡国家嘛也是非洲嘛，抑搁伫遐征战，即马搁加一个巴勒斯坦，加着即个以色列。上帝对以色列国的心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迄款的信仰。所以，伊是用着上帝诚做因的王，上帝来管理因即个国家。凡事伫遐，因伫遐所要做的代志，拢总是来追求上帝的指示。但是，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以色列人因确实安尼将迄个属世的迄款的体系来安尼带入去到伫即个以色列国。因伫遐要求撒母耳讲安那，讲安那，讲你已经老，你的两个囝无安那，你的两个囝无学你的模样，所以就设立一个王，甲阮治理，亲像别个国家共款。撒母耳伫遐讲安怎？因讲其实因毋是要选一个王。因是家己要管理家己啊，因无爱互上帝管理，因要去杀上帝管理。咱嘛会通看见罗马手，就是以色列国的即个分裂，罗马手甚至灭亡国。两个体系带来两种无共款的结局。伫咱的家庭、教会，也是咱的做遮的群体内面，咱到底是伫咧什么款的体系伫迄中间咧运作？咱伫咧领导的时阵，咱是用着什么款的智慧来做选择？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圣经内面，甲咱讲起着两种无共款的智慧，一个是属地。属血气的，甲着属规模的迄个智慧；另外一个是对天顶来迄款安尼的智慧。迄个无共款的智慧所做的迄个所做出来迄款的选择，就建立迄个无共款的迄个体系。迄个属规模的即个智慧所带来是啥物货？伫咱今仔经文内面讲，就是迄个嫉妒、自私、动乱、扰乱才会逐样的才会歹事。迄个属天的迄个智慧带来就是啥？是迄个清洁迄个和平顺良柔顺怜悯，甲着逐样即个美善的迄个果子。其中无有任何的遮个偏私，甲着遮个虚假。即两种无共款的智慧带出来是无共款的结果。其实伫咧即两种的智慧内面，咱要问的是：安尼啥物是真正的智慧？我想咱伫咧咱
咱若讲到智慧，咱会去想到啥物人？咱会去想到所罗门王。当所罗门王伊安尼接到大卫的王位，成做以色列国的王的时阵，上帝对所罗门来讲，伫咧梦中对伊讲，你要求什么货，你通求，我拢要互你。所罗门上帝求什么货？求智慧。爱搁较正确来讲，是求管理众人的智慧。我要安尼讲，伊所选的智慧，上帝讲啊啦，讲你选了真好。咱一般咱拢看到，拢讲哦，你选了真好。所以连你无求的，遮个俘虏，吼，你无求财，无求迄个寿命，遮个我拢要互你。上帝有互伊无？有。毋若互伊当岁时候，伊伫咧迄个所罗门圣经内面嘛讲啊，伫咧所罗门极荣华的时阵，咱拢想象大部分咱拢看到，拢敢若看到即个部分。但是咱需要看的是安怎伫咧所罗门伊极荣华，当伊过身的时阵是安怎？伊的囝一接到即个国马上变两个。安尼，所罗门所求的到底是啥物款的智慧啊？迄敢是真正的智慧？咱拢想象，所罗门伊所求的是啥物货？是管理众人的智慧。啥物是管理众人的智慧？就是俗世的智慧，敢毋是？管理众人啊，我甲人管理好就好。所以，即个国家伫咧管理人的部分，拢真好势。有任何的问题，拢有法度解决。但是有一个真要紧的，伊伫迄中间，伊所求的，伊欠缺一项，诚做伊的智慧的迄个咱会讲破口。所罗门，伊既然有对上帝领受智慧，伊是安那无尊叹上帝的话？上帝伫遐讲起着讲，迄个袂使去娶外邦人。但是伊用着伊迄个俗世的迄个智慧，伊采取着和亲政策，所以伊就对每一个国家，恁的公主拢来我遮，因为恁的公主伫咧遮那压制夫人呢，所以其他的国家拢总毋敢来。我的国家会通伫迄中间得到平安。但是咧，每一个公主带着伊所拜的神明来到伫以色列，佮伊上爱迄个公主所带来，多就是即个伊要接替伊王位的即个囝，即个公主所生的囝，伫到即个国家，伊的智慧嘛无将智慧来传予伊的囝儿，就是应该爱尊主最大，爱谦卑来到伫上帝面前。即个囝，当伊一安尼接到王位，老神甲伊讲，请你互阮会通小可较安尼，咱讲迄个压力较轻嘞。伊讲我等你想看卖啊咧，等你想看卖啊，结果就是伊去听探伊的即个少年的朋友。了，伊转来甲遮个老神讲啦，讲我的手指头啊，比我的老爸腰较粗啊。看我尔啊骄傲的一个人，即个智慧的老爸，啥若无将智慧来教予伊的囝儿？因为伊求了毋对去，
伊向上帝求智慧，但是伊求的是干那管理众人的智慧。伊今仔日伊若确实伊向上帝求讨的是主啊，那我要你求的是我要拥有你，迄个智慧就无共。因为当咱若有主踮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所做所行，咱会通谦卑伫上帝面前，咱会用着咱伫遐所有任何的决策，咱会用着上帝的心意伫迄个中间来做任何的决策。今仔咱的家庭，咱期待咱的家庭得到和睦；今仔咱期待咱的工作得到安尼真大的迄个扩展。咱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智慧，迄个属上帝建立迄个属上帝的迄个体系，踮伫咱的内面，互上帝伫咱的心内伫遐来掌权做王，毋是咱做王。迄个上大的智慧就是在伫遐。咱用想想，今仔日上帝，咱若拥有上帝，上帝踮伫咱的内面的时阵，你所做的，敢有啥物通困难的？但是今仔日咱读这段，咱若读这个所罗门的迄段的时阵，咱只有干那看见的是什么货？咱到底咱有看见迄个真正的智慧是在伫什么所在啊无？所以咱应该来停止将迄个俗世的迄个体系来带入伫咱的家庭，甲着咱的教会内面。我用上简单的例，但是对青少年团体小可较实在。咱今仔日即嘛是礼拜，礼拜算了了，毋是礼拜算了，献诗完了以后不应该离开。咱的礼拜是对头开始，自迄个礼拜安尼迄落开始，咱的前奏一直到上落尾阿门啊！安尼才是规个礼拜。搁迄个礼拜内面，搁有一部分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去彼此关心咱的肢体。你即礼拜好无？有需要我为着你祈祷无？迄才是礼拜啊！毋是你礼拜说，毋是我礼拜我献诗我迄落我献诗说，我献诗说我就走。咱若确实咱的礼拜，咱对上帝就交差了事，就较亲像今仔日青少年团体所献的诗歌共款。咱期待得到上帝祝福，但是你对上帝敷衍了事，你觉得说我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你还要得到上帝什么样的祝福？上帝为什么要给你？你连对上帝的那种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所以期待咱会通好好来亲像。你连迄个一礼拜内面，敢迄1点钟，你连迄1点钟，你都要搁甲上帝扣起来。你用想象，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咱已经讲过几啊遍，我搁小可搁讲一寡。伫咧马拉基书内面，伫遐讲起着，一般咱都讲11奉献，咱拢感觉讲迄是一个金钱的奉献。咱伫咧时间的奉献上面，咱是毋是嘛共款？应该有的迄个11奉献。你一礼拜内面7天，24点钟，你到底你用偌济时间来归予上帝？如果咱若敢若做一个礼拜，这一礼拜一个礼拜1个小时，咱连这1点钟，连11都没有，时间的11都没有。咱要安怎来用遐来想讲，伫咧马拉基书内面话，你以此试试我，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你用想象，迄个
不管是你用金钱的奉献，是咱规个咱人的奉献、时间的奉献，迄个奉献是1/10的。迄个1/10的意思是啥物话？当咱好，咱来讲用上简单，就是用一般的奉献，用金钱奉献。好，你今仔日你对上帝领受，你得到恩典，你安尼得到10000块。请问你应该为着这10000块，你爱奉献偌济？迄个是基本的哦，1000块。我之前已经讲过，我们应该是要12哦，我们该讲11就好。今仔日上帝若阁互你有阁较大的恩典，是伫咧，互你领受到100000块。请问你要奉献偌济？10000块。哎哟，10000块我会晓做一个代志的呢。上帝啊，我已经安尼欠长内度吼，迄个我伫咧路边看到迄个有一间迄间店内底吼有一领衫吼真水呢。哦，我安尼足毋甘买，无上帝咱小参详一下，我5000块小压的吼。我来去买迄束衫，来穿水水，互你看。以此试试我，为你敞开天上的窗。今仔日上帝将这个天，原底你11奉献的时阵，上帝甲你开怎大大的窗，互你。讲你以此试试我，当你即摆这个时阵，你存偌济？你奉献存一半的时阵，窗户我是毋是爱关一半？以此试试我。什么叫做以此试试我？上帝伫咧中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今仔日咱伫迄个中间，伫遐咧奉献的时阵，当咱将你的奉献放落去奉献地的时阵，上帝伊要开天上窗户，其实伊是要创啥？他说请服于你，迄个请服里面有没有包括差派天使天军来为你征战？这个时阵，这个窗户原本是打开的时候是迄个大灵的天使会用落来甲你帮忙。这个时阵，当以此试试我关一半，因为你甲上帝凹一半去嘛。我即马剩啊，可能会使瘦弱的天使来落来帮助你。这个时阵，这个善国宝办的天使落来到地，哇！看见伫你的身躯边有一个很大能的撒旦，一个肥肥壮壮的撒旦。你想，你要安怎甲着这个撒旦，迄个做属灵的征战？以此试试我。所以，上帝是会通互咱来伫遐来试的。上帝伊嘛讲，你会使甲我试啊！你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所以咱将咱的时间嘛，赶快你以此试试我。我伫遐来鼓励咱的青少年团体，你以此试试我们的主。你连礼拜你也整场礼拜给他完整的给他参与结束。你以此试试我，你伫咧你所读的册，上帝拢要互你调咧，记调咧。你毋是听讲，我得去伫教会啊，我得伫咧学校内面，我得已经伫咧学校内面上课上5天啊，5天无当紧，我得爱搁去补习，补习无够，礼拜六礼拜日我搁摕来补，是毋是安尼？你以此试试我。上帝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你在学校所学的都有够个啊！你唔免去补习，上帝就互你所领受的，你伫学校老师所教，就互你融会贯通。就算讲你伫学校无法度清楚的，你嘛通透过安尼，搁伫咧下课的时阵问你的老师，问你的同学。我相信上帝要伊伫咧中间，伊所赏赐互你的。是照着伊所应允的讲啊，上尖下流，整个安尼充充足足灌到伫咧你的心上。所以，
咱的主，咱的上帝是通饲的。你用好好来去想，停止将迄个俗世的迄个体系来带入去伫咱个人、咱的家庭，甲着咱的教会内面，毋通去学即个世界才的智慧来带入去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甚至咱家己的公司内面。伫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也是我一直不断伫遐，伫咧即两三年内面，我一直不断伫遐讲起的。咱伫迄个中间，咱是用着三个基础，即三个基础拢无离开圣经，就是用耶稣做咱的模样。即三个基础，圣经是咱的准则，圣神是咱的引带。咱所做，耶稣是是咱的榜样，因为有圣神的引带，咱会通看见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圣经是咱的准则，因为当咱伫遐看圣经，一本圣经，它安尼传2000多年、3000年，旧约3000多年，咱伫迄个中间，圣经写伫咧遐，清清楚楚写伫咧遐，是安怎看是看袂明。听袂明，因为照上帝所讲的啊，我本来就是要互你看袂明，听袂明，因为你若看会清，听会明，你心回转过来，你就得到救啊。所以咱需要是啥？是圣神对咱的引带。当圣神伫咱的内面，伫遐引带咱的时阵，咱就看会清。这个是耶稣伊所为咱所做的榜样，这是圣经伫咱的中间，伊所要爱咱主要爱咱所照安尼落去遵守去遵循的。因为有圣神伫咱的内面引带咱，行伫咧迄个合伫咧上帝的迄款的道路顶面。两个核心就是互耶稣伫咱的内面作用，互耶稣得到一切的荣光。因为耶稣嘛为着咱做安尼的榜样，耶稣伊凡事伊互天父伫伊内面作用。伊讲安那？伊讲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着主你爸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伊将一切荣光归乎天父。咱这个时阵，咱嘛共款，将互耶稣踮伫咱的内面作用，咱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互耶稣伫咱所做每一项的代志，伫咱的个人，伫咱的家庭，伫咱的甚至咱的国家，伫迄个中间来得到一切荣光。愿主保守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一间好好来去想想，咱到底活伫咧什么款的迄个体系内面。所以咱会通好好过来想，即个礼拜咱好好来想，伫咱的世界内面充满了这个俗世的体系，咱敢有法度无属伫咧即个世界的体系？搁伫咧即个世界即个体系内面，咱来建立迄个属上帝的体系。第二，咱为什么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属上帝的即个观念，来做对的迄个选择？咱的生活内面，咱的性命有不断来被上帝来复兴啊无？第三，圣经内面提到两种无同款的智慧。照着所做的选择，会建立无同款的体系。安尼，咱的个人、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到底是伫咧什么款的体系内面伫遐咧运作？求主帮助咱，圣神开启咱，互咱真正会通看见咱到底是伫咧什么款的光景。咱的家庭是伫咧什么款的光景？佮咱的教会是伫咧什么款的体系内面咧运作？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届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来不断来开启阮，来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伫阮的生活中，虽然阮踮伫咧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的内面伫度活，但是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会通效法着，亲像但以理甲着伊的三个朋友共款，阮。踮伫咧即个体系内面，但是阮却过着一个无属伫咧即个体系，是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的生命。互主你伫阮，甲着你的教会内面来安尼
将一切的荣光归于你，互你伫阮的内面来做主做王。愿你是你的圣神亲自不断来引带带领阮过来的道路。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请起立。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之外，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顶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山中高活，上天
他坐伫全能的杯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圣免，肉体国我，永远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请咱来吟十一奉献诗来备办。先。来。这时，请咱来吟十一奉献诗来备办今日的奉献，十一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手术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时，咱要来感恩奉献。请简秀美执事、李恩清执事来书献。
爱天父，谢谢你常常把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清洁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有时候你还能够为我们挪走我们心中的怨恨、嫉妒、自私、为善。你要帮助我们常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常做善果的人。谢谢天父，支持我们献上我们满满的感恩给教会使用。愿主悦纳，将感谢祷告奉主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吼，伫周报顶面，咱做伙来读。丁雅各书第3章17节，吼，做伙来。对顶面来智慧，头一项是纯洁，过来是和平、温和、度量，充满慈悲，高结好果子，无偏私，无虚假。雅各书第3章17节。好，下面是咱迎新报告的时间吼。好，咱来看今仔日有新的朋友吼，张泽宇弟兄吼，蔡嘉玲姐妹，伊一对拖下来，会当起来，互咱认捌一下吼。咱拍拍来欢迎因吼。好，请坐吼。好，毋知个。以下写纯路过访友观光做客吼，你拖下来哈。好，真欢迎伊毋知佫有今仔日头一摆来的兄弟无？还是真久无看到兄弟无？吼，好，然后咱来看咱的报告事项。咱看报告事项第一点，本周是要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吼。过来真重要，就是牧师拄有讲到，咱第2堂下礼拜了后下晡1点吼，关怀部有办理洗手爱无限关怀活动吼，同工培训会吼，请咱兄弟吼尽量会当来参加吼，咱来关心咱所要照顾遮个弱势家庭吼，咱有准备便当吼。第2点就是后礼拜吼，咱是后礼拜拜六上午10点吼，咱伫咱本堂吼，教会遮吼举办洗手爱无限关怀活动吼，请兄弟会当做伙来关怀吼，遮弱势家庭吼。那咱拄仔牧师讲，咱有关怀100户的弱势家庭，有亲自来到咱中间吼。第3点就是为着后主日咱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吼，来倒吼，因为礼拜中吼，咱有安排本会主日学来参与逐项的服侍吼，请同工来备办心。也为着主日学的事工来关心来倒甲奉献吼。第4点吼，就是下主日吼，中昼12点半吼，伫咱的1楼绿地教室吼，有举行 AED 急救训练课程吼。那欢迎兄弟向咱的办公室来报名参加吼，嘛是共款咱有准备午餐吼。AED 吼，大家应该是毋捌用过对无吼？毋捌用过，咱就来学习看安怎用吼，万一来倒是有需要，会当吼来拯救性命啦吼。第5点吼，约定吼，伫8月9号甲伫10月8号甲9号吼，要伫本会调开明年度的事工研讨会吼，延到28号吼，礼拜六上午9点来举行吼，请中职各团体新旧任会长甲服侍的同工来备办心吼，也请各团体小组单位吼，伫15日进前吼来选出新任的干部吼，并且甲办公室来告知吼。好，过来咱来看集体消息吼。本10月9号哈，礼拜一下晡1点半哈，伫罗东教会要举行顾苏金无牧师哈，世界教会总的告别追思礼拜哈。愿主的灵来安慰夫妻众为族哈。第2点
14日拜六下晡2点，伫所教会七市中会妇女事工部召开南区妇女联谊会10月聚会，欢迎姊妹来报名参加。第3点，19日拜四伫大溪教会七市中会宣传部举行南阳区中庸敬老感恩礼拜，那欢迎相连团契客友来报名参加。那第4点甲第7点拢是后礼拜要举行的活动后礼拜来举行活动，请大家过磅然后想要参加的会当详细来看咱公布栏的海报。第7点就是咱的台湾基督精兵营要举办捐书的活动那若是咱厝内面有即个繁体中文还是注音信仰咱会甲遮个册捐赠到缅甸去帮助遐基督徒好，那看第8点第8点11月8号甲9号拜3拜414甲15拜2甲拜3伫花莲太鲁阁七市中会相联部举行第二梯次的秋季灵修旅游活动大家要注意报名到10号报名到10号即礼拜2为止欢迎相连团契的客友来报名参加第9点请咱大家过磅若想要参加来详细来看公布栏好，逐项大多数项，请咱来参看本会每周的带导函并且来付出代价，祈祷大岛的代价好，咱来看顶周的自亏出席甲奉献报告，请咱大家过磅本周甲来周的事项表也请大家过磅，也是有安排逐项服侍兄弟。也请你提早来备办心好，咱看周报特别的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磅若是有出入的所在请来向办公室来做更正好，毋知牧师要补充报告无好，咱即时下面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要感谢你，逐时逐刻的看顾甲保守。感谢你看顾阮台湾，即几工会当平安来经过一摆风台。虽然南部也是外岛有部分的灾情，总是阮无受到过大的灾害，也求主来帮助遮个灾民。会当来重建因的家园。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极端天气的变化，最近拢常常有台风。求主继续来看顾、保守阮台湾，来闪避遮个自然的灾害。主，阮感谢你，会来看顾、保守阮中华民国台湾，会当成做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无受其他国家的威胁甲左右。后日就阮要庆祝阮国家112岁的生日，求主继续来引带、看顾、保守，特别是年底的总统甲立委选举，请求主来帮助阮台湾的人民有智慧。会当来选出适合的领导者，继续来带领台湾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甲方向，互阮伫即块土地会当健全平安来过日。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互阮有祈祷的权柄。点即时，阮也要为着教会有欠缺的兄弟。来祈祷，主耶稣，阮恳求你施恩怜悯，来帮助阮中间年老还是有病痛的遮个兄弟。主啊，阮特别为着简世民弟兄伊即马住院，阁有李正传弟兄伊即礼拜会准备要开刀。求主特别看顾、保守因，会当平安，会当早一日康复。
主啊，我也要特别为着吴美惠姐、甲林家珍姐，以及林显德弟兄，因身体的恢复来祈祷，愿主看顾保守，你大能医治的手临到伫因。主耶稣，感谢你，我也为着林文科弟兄会当顺利找到适合的工作来祈祷。我相信，阮将这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听阮众人伫你面前迫切的祈祷，主你的赏赐恩惠，互阮众兄弟。主，阮感谢你，阮就无大岛含顶悬，阁有侪兄弟，阮无法度伫遮一一提名，但是阮知影，阮拢伫祈祷中来纪念因，愿主看顾，愿主保守，互阮兄弟姊妹用疼心彼此相顾，时常来为着彼此的需要来代祷，互阮成做基督耶稣伫地面上一个彼此相疼的团体，互阮所行会当互主欢喜。主耶稣，阮感谢你，看顾保守阮教会，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吟最后祝福的诗歌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金丝线，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意尽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避讳。你看，咱